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众生拱之。子曰：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：诗无邪。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：吾使幼吾，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无为。还辞欲，子告之曰：孟生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还辞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曾视之以礼，时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子游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见而以别乎？子夏问孝，子曰：色难，有事弟子无其劳。有子嗣，先生传，曾是以为孝乎？子曰：吾以回言终日，不为如愚。退而省其师，亦足以花，为也不愚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有，察其所安。人焉收哉？人焉收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攻乎异端，是害也已。子曰：由贵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。子曰：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寡有；多见缺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有，行寡悔，度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何为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敬忠以劝，足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：孝乎？为孝有于兄弟，师以有政，是亦为政。奚其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直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殷于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殷于殷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或既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子曰：归其鬼而祭之，谄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论语为政篇第2。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
其所动之心拱之。子曰：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曰：诗无邪。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：50幼吾，而志于学；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无为。还辞欲，子告之曰：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还辞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；祭之以礼。孟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己之忧。子游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见何以别乎？子夏问孝，子曰：社难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，有9事，先生传，真是以为孝乎？子曰：吾与回言终日，不为如愚。退而省其思，亦足以发，为也不语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收哉？人焉收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子曰：由惠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。子曰：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缺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何为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渔网错之足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进；孝慈则忠。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朱云：教乎？为孝有于兄弟，师于有政，是亦为政。奚其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时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殷于下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殷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冀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子曰：挥其轨而济之，谄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公宋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
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元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县，说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文渊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使得西来白羊子，将尔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金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光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魂魄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连年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护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。择其造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大救元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吴王赐令记下身，说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眼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。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爱降祈福诵经为相文。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杨凯翔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。
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祈求战战争止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世界和平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祈求风风调雨调雨顺，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国民安，泰民安，世所自导，世所世所导，至导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圣慈圣慈昭昭阁阁采纳。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来当来下生下生弥勒弥勒尊尊佛，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，佛，南南无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南无无当来当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。佛。佛学今晚就学习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点恩师，各位浅显大德晚安。谢谢凯翔大哥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以及各位前贤们一起诵经回向。晚安，晚安感恩你杨坛主慈悲赵哦老师晚安。哇，很优秀的前线，感恩啊，晚安晚安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啊，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林天进前线晚安，点传师晚安了。前贤们晚安。